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农委会台湾地的标章，恐惊是无可靠哦。有民众提供到特产花内部对话记录给媒体，这个特产花就是农委会委托来核发到台湾地标章的单位。这对话内容是讲，这特产花为着要来冲关到台湾地标章申请的件数，竟然是同意来更改到设计书的内容，和唔是100%使用国产地的业者，嘛会当摕到标章。这实在是真乱来，所以农委会今仔日紧急来宣布。即日开始，甲台湾地标章申请合法的作业收转来，由农委会家己监督办理。中央特产会是申请台湾地标章合法的单位，推测国产地强调看到标章地当安心。不过，所民众提供特产会对话内容给媒体，讲特产会家己修改设计书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投诉的人讲，特产会当初伫咧去年10月问主管，因为火球场、家乐福和真侪间连锁店伫咧问，敢是会当修改设计书的内容，甲本店改做本公司，甲国内企业地改做大多数是国内企业地，互因会当方便软康胖，国产地卖问题，特产会副执行长嘛传一个 OK 代表同意。规范上呢未尽清楚，有了些许的疑虑。台湾猪标章的管理作业，从即日起，我们原本委请中央畜产会所办理的台湾猪标章的申请管理作业，改由农委会来办理。新任设计师洪改过，讲强调农委会唔知影，若去撤销标章的家乐福买花，无讲过家己拢是卖国产地吧？我们所申请的时候，就讲是冷藏的猪肉100%不是全管，因为不可能任何通都没办法做到全管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就是取消了这个标章的申请。卖场业者认为无打标章无啥受到影响。农委会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台湾地标章的申请作业就由农委会来办理。